你係咪有時覺得頭腦昏沉、記憶力下降，甚至連簡單嘅事情都難以集中精神呢？呢一啲可能就係腦霧嘅症狀。今日我哋將介紹快速醒腦嘅方法。腦霧並唔係一種獨立嘅疾病，而係指短期內出現嘅記憶力減退、專注力下降以及思考變慢嘅現象。台灣鼎昌中醫診所嘅蕭文浩醫師喺他健康節目中介紹，確診 COVID-19 後3個月內，如果出現呢一啲認知功能障礙，並持續超過2個月，就可能係腦霧嘅表現。現代研究發現，感染 COVID 會讓大腦變細，仲可能讓大腦發炎。自然雜誌刊登嘅一項研究發現，喺 COVID 病毒感染之後，患者嘅認知能力下降，腦部體積亦都縮小咗。此外，自然雜誌旗下嘅《自然神經科學》上面嘅研究發現，喺 COVID 急性感染期，患者嘅血腦屏障受到破壞，意思係血液中嘅有害物質好容易進入大腦，引發疾病。呢一個現象喺腦霧患者當中呢，亦都係常見噶。而喺中醫理論中，腦霧與心同腦嘅運作息息相關。心臟負責將血液輸送到腦部，維持大腦嘅活力。而感染後嘅慢性發炎狀態會影響心肺功能，導致腦部供血供氧不足，從而引發腦霧。當你感覺頭腦昏沉嘅時候，可以試下以下3個穴位嘅按摩，幫助提升專注力。第一個穴位係神庭穴，佢位於前額髮際線正中央往上0.5寸嘅位置。中醫話嘅1寸就係你嘅大拇指指節嘅闊度。將你嘅大拇指指節放喺前額髮際線上，向頭頂方向移動半個指節嘅距離，呢一度就係神庭穴。用大拇指節按落去，會有刺痛感，可以醒腦安神，改善頭腦混沌同埋疲勞。第二個穴位係印堂穴，佢位於兩眉之間，輕輕按壓能夠促進血液循環，改善頭腦混沌，仲能夠幫助舒緩高血壓同埋失眠。第3個穴位係頭林翕穴，呢一個穴位有左右2個，分別係位於眼珠正前方髮際線往上0.5寸嘅距離。按壓嘅時候會有明顯嘅痛感，能夠迅速讓頭腦清醒。除咗按摩穴位，日常生活中嘅小改變亦都能夠幫助你遠離腦霧。感染 COVID 後，腦霧患者經常有陰虛嘅問題。陰虛嘅意思係身體嘅黏膜同細胞等等比較缺水，所以首先要多飲用清水滋潤細胞。喺飲水之外，仲要多啲食滋陰潤燥嘅食物，例如山藥、秋葵、菇類，佢哋富含膠質，有助於修復身體嘅組織。確診之後心肺功能較差，喺空閒嘅時候可以到戶外去行下，接觸陽光同新鮮空氣，幫助改善心肺功能，促進血液循環。適當運動對於大腦功能亦都好重要，可以讓腦部氧氣更加充足，仲可以促進多巴胺、血清素同腦內啡嘅分泌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嘅一項研究發現，出現認知能力減退嘅老年人，經常做有氧運動，可以讓腦部海馬體增大。海馬體係腦部非常重要嘅區域，調節多種認知功能，包括語言記憶同埋學習功能。運動方面，蕭文浩醫師推薦超慢跑，身體要抬頭挺胸，姿勢擺正，腰桿挺直，踏足嘅時候足尖先着地，然後到足背，再到足跟。建議1周最少運動3次，每次至少30分鐘，心跳要到達到每分鐘130下。除此以外，亦都可以嘗試服用中藥。醫師推薦一道醒腦茶，由枸杞、石菖蒲、遠志3種中藥材組成，具有滋補神陰、醒腦開竅嘅效果。要注意，枸杞唔適合腹瀉嘅患者，而身體有炎症、懷孕同感冒患者亦都不適宜服用石菖蒲同埋遠志。服用中藥之前，建議諮詢中醫師。當出現記憶力下降嘅時候，好多人都會擔心係唔係患上失智症。其實腦霧同失智症最大嘅區別就係腦霧通常係暫時嘅，而失智就係唔可以逆轉嘅神經退化。而且失智症患者通常察覺唔到自己有病。對於長者嚟講，如果中招之後出現嚴重記憶衰退情況，
甚至影響正常生活，建議盡快求醫，檢查係唔係有中風或者腦退化症。多謝觀眾朋友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有任何經驗或者問題，歡迎喺下方留言區話俾我哋聽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獲得更多健康嘅小知識。我哋下次再見。